钦差大人，我家大人有要事要和大人商量，还请大人独自入厅，随行人员且留在厅外等候。那可不行，我是龙大人的贴身护卫，不能离开大人半步。哎，无妨。刘大人这么晚叫我过来，肯定是有好事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你们就先在外面等着吧。哎，你那件背心穿了吗？主子，跟刘大人有事好好商量，千万别翻脸啊！你这么关心我？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。大人这边走。你把背心给他了。小气鬼！龙大人，请。哎呀，龙大人，赶紧赶紧。是。龙大人，来，坐。坐坐坐。刘大人，你这私人府邸用度之奢华，丝毫不逊于皇宫啊！龙大人实在是过奖了。这么晚把龙大人请过来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咱们聊一聊私房话，交一交朋友啊。龙大人啊，这下面这一层的金银珠宝，是本地的同僚一点小小的心意。这上面的10万的银票，是本地的商户们孝敬龙大人的，一点点小意思，还请龙大人能够笑纳。刘大人，这礼我暂且收下了。好。曼姑娘，等一下见了钦差大人，你可要好生服侍啊。是，邱老板。要是没有邱老板，小女子早就饿得没命了。小女子一定知恩图报。好啊，走吧。孟哥哥，你在哪里？等会儿听到我的琵琶声，你可一定要来救我呀！这礼呢，我已经收下了。刘大人要是有什么话，不妨开门见山的说吧。这龙大人果然是个爽快之人呐。好，那我就说，我知道，龙大人呢，今天看我在堂上审这个案子，不是十分的满意，我心里知道。可是龙大人啊，你是误会本府了。我什么地方误会了刘大人了？这些个大劫官府库银库粮的，乃是这牛角寨上前明的余孽。可惜呀，这个牛角寨是易守难攻啊，所以本府呢就抓了3个替罪之羊，在堂上呢对他们是有些枉法裁判了。这不是也是为了那牛角寨上的前明的余孽诱他们下山吗？好一招引蛇出洞啊！哎，但是刘大人，你这无凭无据，怎能断定这打劫银粮的就是牛角寨上的前明余孽？龙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打劫官府库银库粮的有20多个人，这20多个人，他们个个是武功高强，训练有素，非一般的盗匪可比啊！想来，在本府的辖区之内，也就是这些牛角寨上的前明的余孽有此实力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刘大人，单是为了剿匪，
就冤枉3个无辜百姓，还滥施酷刑，这也有违大清律例吧？冷大人啊，本府这不是也是剿匪心切吗？使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段跟策略。我知道啊，龙大人呢，你有些疑义，可是我不是也按照龙大人的吩咐把这3个百姓给放了吗？啊，还有前些日子在裘国的庄园抓了几个闹事的灾民，不是也一律都给放了吗？不瞒你说呀，本府还赔了不少的银两。哈哈哈，龙大人啊，这样说来，您所交派本府的第1件事儿，算是办妥了吧？那另外2件呢？这第2件嘛，粮食可以放，但是不能发放过多，多少呢？咱们就意思意思，能够让龙大人回去交差就可以了。至于那几个粮商嘛，他们一个个的跟本地的官员那是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。龙大人啊，我看最好还是不要抓了。那赈灾银两，不瞒龙大人说呀，山西这些年那是天灾不断呐，府库的银子早已经是入不敷出了。这朝廷下拨的银子啊，根本就是不够啊。有一点银子呢，也就填了往年的亏空了啊。就比如说吧，如果说按照朝廷的规定，每一个灾民发2两银子，每隔10里打一口深井，我的龙大人，银子根本不够使。所以我说呀，龙大人，你看这样好不好啊？您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咱们每个灾民给1两银子，每隔30里打一口深井，这样你我咱们都好交差了。朱哥哥，你说这刘德昭单独把龙小弟招进去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利诱啊！这些蠢货，如果知道他们正在收买的钦差大人就是当今皇上，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。嘘，那太好了，咱们可以用他们贿赂龙小弟的钱买粮食，然后分给灾民啊。糟了，倾城，他怎么来了？她不是薛姐姐，她是舒婉欣。一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几天怎么样啊？我挺好的，有劳一姑娘挂心了。你们不是那个外地客商的仆从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，我们就是钦差大人的随从。啊！哎呦，那小的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前面的事儿，多有得罪啊！二位多担待。这位姑娘，在淮阳村的事儿，那是个误会啊，真的是误会。这位姑娘就是你们在淮阳村抢走的那位吧？哪能啊！万苏姑娘，那我一直是礼敬有加，半丁点我也不敢亏待呀。你要不信，你问她自己。哦，裘老板对我一直很好。那晚确实是一个误会。原来你叫万苏啊？万苏，舒婉欣。原来你是把名字倒过来说了。果然聪明。那万姑娘，你现在是？我现在，裘老板让我。是这么回事。巡抚大人呢，在里面呢。万姑娘弹得一手好琵琶，我就让她进府给巡抚大人弹几首小曲儿。二位，咱们回见啊。万姑娘，请。
可怎么办啊？这个裘贵肯定想把舒婉欣献给刘德昭，有这个可能。那咱们赶紧想办法把舒婉欣救出来吧。现在不能轻举妄动，否则惊动了康熙，让他发现了舒婉欣，就会坏了大事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去找孟祥和，让孟祥和把舒婉欣救出来，最好能马上带她私奔，这样雪姐姐也安全了。不行，距离10年之期还有20天。这个孟祥和很迂腐，他一定不肯提前毁约，一定会坚持到期满之日才带着舒婉欣离开。那怎么办啊？不过，龙大人可否给一句话呀？刘大人，哎，你们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够得上杀头灭族的了。若你能及时悔改，方能有一线生机；若你还想着欺君罔上，那可真是无药可救了。龙大人的意思是不肯通融了？那些粮商可以暂且不动，但是粮食必须全部发放给灾民，亏欠的赈灾银两必须尽快补齐。每隔10里地打一口深井，是抗旱最有效的措施，千万不可敷衍。刘大人，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慢！什么？他们让舒婉欣去色诱钦差大人？不行，我得劝主子赶紧回府，不能让他跟舒婉欣见到。且慢，易姑娘不可冲动。刘德昭早有2手准备，如果钦差大人不上钩，他便会马上翻脸杀了钦差，然后再嫁祸给牛角寨上的那些人。我们刚刚悄悄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府中已经埋伏了上百名好手，而府外还埋伏了几百甲兵。那怎么办啊？为今之计，既不能让钦差大人见到舒婉欣，也不能让那个刘德昭翻脸，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哎呀，龙大人啊，本府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呢，我现在还有一个特殊的礼物要进献给龙大人。什么特殊的礼物？这个礼物啊十分特殊，在我另外一个小院之中，叫逍遥阁。来人呐！老爷，带龙大人去逍遥阁。嘿嘿，大人请。哎，龙大人，哼，还是没有别的意思。给大人拿着。是。龙大人，这个龙大人也太不讲规矩了，收了咱们那么多好处，还这么咄咄逼人。秋桂啊，看来下面就要指望你送的这个美人儿收服这个龙大人了。放心吧，老爷，弟弟这次挑的美人呐，可是绝色美人，就等着龙大人上钩了。只要咱们抓住了他的把柄，看他装什么假正经。可是就是怕他不咬钩啊！怕！那就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哎，易欢呢？啊，易欢晚上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，我让他回蜀府了。你先去前面等我。是。主子，
主子千万沉住气，否则今晚我们都不能全身而退了。万姑娘，钦差大人随后就到，你可要小心伺候啊。放心吧，裘老板。如今小女子已经没有了依靠，也想着能讨钦差大人欢心，谋个出路。万姑娘色艺双绝，我相信钦差大人一定会对你动心的。你先准备一下吧。大人，到了。龙大人，这就是逍遥阁了。这逍遥阁建的还真是别致。这琵琶弹得更是动人，本官还从没听过这么美妙的曲子。这逍遥阁内的布置啊，更是别致。曾经有一位进城来的姓张的大人，他一连在阁内住了1个月，都不想出来了呢。这么说，这个逍遥阁是一个能让人乐不思蜀的温柔乡啊。我家大人为龙大人准备的礼物就在阁中，还请龙大人独自一人进屋领取。哎，护卫大人，你还是先去耳房待着吧。这不到天亮啊，估计龙大人是不可能出来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家大人给龙大人的礼物，您先收好了。护卫大人，这边请。什么？你是说这龙大人就是那一伙神秘的客商？没错，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此人气宇不凡呢。杨参将跟他发生冲突，我还帮忙拦着来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杨八总是被这龙大人一伙所杀了？应该是错不了，其他人没这么大本事，更没这么大胆子。淮阳村那10余个不肯搬迁的刁民，也是被他们藏起来了。老爷，我看这个龙大人不怀好意呀。如果说我们连这美人计都失效的话，那看来我们只有是铤而走险了。
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呢。老大，你怎么是你啊？怎么就不能是我呀？我是你老大，当然不能让你住美人计了。祥和，本来你就有伤在身，还未痊愈，本不想辛苦你。可是我看这龙山的护卫个个都是一把好手，一般的兵士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大人放心，卑职的伤不碍事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一会儿呢，见势不妙，咱们立刻动手。祥和呀，你不要管别的，你就负责缠住那个李。哎，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会弹琵琶了？我一直都会啊，我不光会弹琵琶，我还会弹琴呢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会，可是你不说你什么都学而不精吗？你这琵琶弹的可比宫里的乐伎要好多了。我那是谦虚啊。那就给我弹一曲呗。再弹一曲啊？好啊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个弦断了，弹不了了。怎么这么巧啊？老大，那刘德昭给我准备的美人呢？别找了，被我迷晕了，藏起来了。藏哪儿去了？哎，刘德昭准备的一定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你让我瞅瞅呗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见到她。为什么呀？老大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怎么可能会吃醋呢？我知道，你平时就是个色狼，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乱了分寸。你要是被色了，那你一世英名就被毁了。我怎么平时就是个色狼啊？我要真是色狼的话，早就把你给吃了。既然你都叫我色狼了，要不然我就把色狼这个名声给坐实了吧。干什么呢？你这是咸猪手，不，咸龙爪，离我远点。什么？强效催情香？没错，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你干嘛这么色眯眯的看着我呀？我可警告你啊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就只是聊聊天、吹吹牛，一直到早上，你就一脸满足的出去，然后我这边呢，再悄悄把美人弄醒，一切都万事大吉了，知道吗？一脸满足的出去，这聊聊天、吹吹牛，还怎么一脸满足啊？这我可演不出来。老大，你身上好香啊！那些池子里的花，应该和你身上的味道一样香吧？你干什么呀？老大，你看这浴池这么华美，长夜漫漫，要不然一起共浴吧？不行！
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老大，我是你小弟，我们都可以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一起共个育，又怎么了？想不到这个钦差大人原来也是个色鬼，还好是一环妹妹身手好，要是换了我，就只能以死来保全清白了，真难为一环妹妹。原来一环妹妹和这个钦差大人有追逐嬉戏上，后来还有落入浴池的溪水。刘德昭安排了人，在外面探听阁中的动静。刚才你们那一番闹腾，反倒会让他们放心。你们现在都已经清醒了，我也得赶紧离开了，免得被他们发现，坏了大事。原来一欢妹妹和我一样，早已许配了人家，心中喜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。我们倒是同病相怜了。你现在的样子，哪里还像我的老大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若是不说话的话，岂不更尴尬？其实，就算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也没事。大不了你先退婚，然后再嫁给我。呸呸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老大，龙嘴里自然吐不出象牙，只能吐出龙涎。我说的都是认真的，你不妨再考虑考虑。你要再胡说，我不理你了。好，那咱们说点正经的。李建清真的是你哥哥吗？他当然是我哥哥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亲哥哥。亲哥哥，如假包换。可是他刚才看见我们在水里那样，他的神情反应很不对劲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曾想对我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。他是因为他以为这屋里还有刘德昭的人，他拔剑是为了保护我们。可是他眼神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东西在看着我，像针尖一样锐利。虽只是一闪而过，可我的心却不寒而栗。原来龙小弟，你也有这么胆小的时候啊？可能吧。如果不是你说他是你的亲哥哥，我还以为他是你的未婚夫。你看你，越说越离谱了。他和我未婚夫从小一起长大，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在成亲之前出什么意外。你想想那些公主格格们，如果早已许配了人家，有别的男子打他们的主意，那你肯定也会不开心的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
哎，哎呀，龙大人真是春风满面呀！啊，哎，对于下官送的礼物可还满意呀？挺好，有劳六大人了。那就好。哎，龙大人，那就随本府到我书房，咱们把那个事情再重新的。不用在意了，就按照你说的安排吧。多谢龙大人。不过，这本钦差啊，毕竟是来视察官风的。眼下灾民闹事不断，又有这牛角寨的乱党在远处盯着，这本钦差啊，也不宜常来你府上见万姑娘，不是？是。所以啊，要不然你把这万姑娘安排到府外的一个地方住着，等本钦差回来京城以后，你再悄悄地把人送到京城，到时候我再纳她为妾，那不就免人口舌了吗？明白，本官明白。龙大人放心，我一定把此事给你办的是妥妥帖帖啊！此事简单，大人，我先在城东置办一所宅院，然后把万姑娘安置在那里。大人只要有空，就可以悄悄去会万姑娘。等到大人回京之后，我亲自护送万姑娘进京。如此一来，可保万无一失。刘大人，这裘老板做事极为妥帖呀！啊，我平时调教的好。主子，咱们先回书府吧。那先行告辞了。宋龙大人。哎呀，贵儿啊，看到了吗？原来此人的弱点是好色呀。亏了你那儿有一个美人万苏，否则这一关真的难过呀。事不宜迟，我先给他置办宅院，再送几个丫鬟给他。这件事儿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哎，然后让孟祥和把万苏姑娘赶紧送过去。不瞒你说呀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万苏姑娘如此厉害，就一晚上就把这个龙三这个假正经让他现了原形了。化日之下，拦路抢劫！识相的就把钱留下，啊，还有马，马也得留下。义父，他们多半是附近牛角山寨的山匪。各位好汉，我们这随身携带的钱财物品可以留下来作为买路钱，不过因为我有要事在身，需要马匹赶路。可不可以把马留给我？还请高抬贵手。哼，讨价还价，好啊！你们今天要是不把马留下，老子让你们命都留下！哎，各位兄弟，有话好说嘛。既然这样，那马就留给大家，钱财马匹都留给你们，放我一条生路。怎么了？你不说好了只要钱财吗？大三，给我出！拦住他们！义父，你腿受伤了，没事，快走！石将军，跑了2个，怎么办？赶快发出讯号，让前面的人拦住他们！走！义父，我看这帮黑衣人
不像是普通的盗匪，目的也不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和马匹，倒像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杀手，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啊！是啊，他们好像很了解我们的行踪。